有客人問我點解難得有個假期都要跑到咁遠嘅日本大川市呢？對於好多人嚟講，旅行係為咗放鬆下、輕鬆下、食下、玩下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其實旅行係有另外一番嘅意義。我一直相信一間公司嘅老細，一位師傅，我哋唔可以淨係識得停留喺我哋自己覺得好嘅呢一刻嘅現狀嗰度，我哋唔可以原地踏步，我哋要多啲出去睇下，多啲聽下唔同客人嘅意見，多啲認識下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人、唔同嘅公司，佢哋做得好嘅工藝，因為只有咁樣，我哋先至可以有進步。識我嘅客人都知道，我對啲細節位係好執着、好挑剔。嚟到呢個日本家私之都大川，我睇到每一件家私、每一件木器，佢哋嘅每一個木紋、每一個嘅拼接位，都可以睇到佢哋對生產嘅過程嘅執着嘅嚴謹。呢啲亦都係我對家私嘅要求，因為佢哋唔單止係一件家私，而係一種生活嘅質感，亦都係聯繫咗我同客人之間關係。大部分人出國都係為咗尋求自己生活中想要嘅嘢，而我嘅心頭好，好大部分都係我嘅工作。如果你問我攰唔攰啊，我只可以話，當你真係中意一樣嘢嘅時候，就算身體幾攰都好，都會俾嗰份滿足感去抵消。如果你係尊重自己嘅專業嘅話，你自然就會愛上佢。當你愛上佢，你就唔覺得係一份工作。受住唔同嘅環境嘅因素嘅影響，受住客人嘅要求，呢一趟旅行我未必可以完整咁樣將我見到嘅、睇到嘅、學到嘅或者買到嘅嘢放喺香港嘅客人屋企裏邊，但係最少我可以將呢一份咁嘅態度、呢一份咁嘅執着、呢一份咁嘅承諾可以帶返嚟。我想將呢一份細節嘅堅持可以放喺每一個客人嘅屋企裏邊，喺進步嘅路上邊，我時刻提自己唔好停低落嚟。